各位早晨，長實係宣布成立合營公司，斥資77億元收購一間英國天然氣商。長實、長建同埋電能實業各佔合營30%嘅股權，剩低嘅1成由李嘉誠基金會持有。各方會按股權比例出資收購公司喺威爾斯以及喺英格蘭西南部從事天然氣輸配業務。中國今年深化肥發盈喜，就位於上半年尿素平均售價大升，但係煤炭成本就下降。公司估計中期盈利將會有大幅增長。蘋果公司喺美股收市之後公佈業績超過市場預期，主要係受到 iPhone 嘅銷售欠佳影響，股價喺場外交易時段跌5%。蘋果第三季度賺咗88億2千萬美元，升咗2%，達到收入係升咗2%，達到350億美元，少過預期。期間 iPhone 嘅銷售按季減至到2600萬部，少過市場預期。平板電腦 iPad 嘅銷售達到1700萬部，多過預期。公司預測現季度每股盈利7.65美元，收入340億美元，都係少過預期。不過公司對業績預測以保守見稱。期間 iPhone 嘅銷售減少，原因係市場等待蘋果推出新版 iPhone。行政總裁庫克話：外界對新產品嘅期待不可思議。佢又話 iPhone 喺歐洲嘅銷售基本上係冇增長。另外，蘋果上季嘅毛利率有42.8%，略高過上年度同期。公司宣布派息每股2.65美元。紐約股市連續第3日急跌，歐債危機有轉差跡象。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曾經跌近200點，收市係跌咗104點，報1261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跌12點，報1338點。西班牙債息高企，希臘可能會退出歐元區。德國主權信貸評級展望亦下調，加上美國部分大公司業績欠佳，美股受到影響。不過，尾段《華爾街日報》報導，聯邦儲備局官員接近採取步驟以刺激經濟增長同埋就業，大市反彈。道指早段升9點左右之後回跌，下晝中段最多跌近200點，收市跌幅收窄至0.8%。標普500指數跌0.9%。全球最大速遞公司聯合包裹、全球最大電器生產商惠而浦季度業績都係差過市場預期。股價分別跌4%同埋7%，美國電話電報跌2%，思科系統跌近6%。納斯達克指數收市報2862點，跌咗27點。無線電視記者林晴報道。喺美國買賣嘅港股預託證券同本港收市比較造價個別發展，匯豐控股收市折合61個5毫9，比本港收市跌4毫6仙。中國移動86個8毫3，升1毫3仙。中國石油股份9個4毫半，升3仙。中國人壽20個7毫4，跌6仙。中國石油化工6個8毫3，跌1仙。東京股市早段跌1%，歐洲需求疲弱，影響到美國公司業績，拖累到大市下跌。日經平均指數最新跌118點，報8369點。信貸評級機構穆迪調低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EFSF 嘅評級展望。穆迪將 EFSF 嘅臨時3個 A 長期評級展望由穩定調低至到負面。穆迪話調低 EFSF 嘅評級展望，反映出除咗芬蘭之外，所有提供保證嘅國家目前評級展望都係負面。歐元區國家特別係德國、法國同荷蘭，信貸可靠程度如果轉差， EFSF 嘅評級會有下調嘅風險。歐元國對 EFSF 嘅承擔如果減弱，亦都會對評級有影響。西班牙嘅借貸成本繼續上升，10年期國債孳息率一度升至到7厘64，創歐元面世以嚟嘅新高。財政部長金多斯同德國財政部長素伊布勒會面之後發表聯合聲明話，主權債務市場目前利率水平並唔符合西班牙經濟基本因素。另外，西班牙拍賣短期票據雖然成功集資30億歐元，不過半年期票據孳息率抽升至到貼近3厘7嘅水平。